海洋蛙兵一个细干的下士，今日在去咧游泳训练的时阵渡水，下晡送转来台北3种治疗。美国公告暂停发入境签证和哈佛的国际新生，另外嘛禁止阿富汗、缅甸等10个国家的人民入境。印度南部的大城班加罗尔游行庆祝板球队摕冠军，说是发生小 A 小打意外，尚无造成11个人死亡。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起先，先来看美国检调单位顶日是起诉2个中国籍的研究人员，因的罪名是非法进口病原体。联邦的调查官是表示讲，因所在核国链包菌所产生的毒素是会伤害人甲精细的肝，而且佫会造成吐、生殖系统欠缺的情形，甚至是连农作物、稻啊、麦啊拢会着病。这款菌当年是会造成数十亿美金的经济损失，袂输是一款农业恐怖主义的武器。这恐惊是会对民生开始演变做严重的国安问题。根据检方的起诉书，目前伫密西根大学内底一个中国籍的研究员简云清，甲伊男朋友刘俊勇，因男朋友是浙江大学做生物研究的，因2个人涉嫌共谋、非法走私进口，而且做甲签证目的无符合的行为。刘俊勇是伫2024年7月份入境的时阵，去用查到伊行李内底有藏核国链孢菌，了后伊的公司是反起反倒，去互美国拒绝入境。Fusarium graminearum is a worldwide distributed pathogen. It infects wheat and corn and other crops. And it does have the potential to produce toxins, mycotoxins. 案件发生了后，共和党籍的国会议员拢指控中国想要用这个方式来对美国发动生物战，是农业的恐怖主义。美国《纽约时报》指出，核国链包菌美国境内嘛有。为着食物病虫害的研究，未少研究机构拢会想办法摕到这种菌。Occasionally, we need to bring in isolates from overseas, but to do that, we work through the Animal and Plant Health Inspection Service, a branch of the USDA, to make sure that we're importing isolates correctly and then containing those and then destroying them once we're done doing the work with them. 问题是，这个刘俊勇甲简云清因涉嫌共谋走私的菌，敢是伫中国都有先改造过，强化伊的抗药性。这若是事实，佮流入去美国的农场内底，美国农业上界大棚的5国，可能会拄着毁灭性的灾难。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美国哈佛大学甲总统川普对决，对取消哈佛的补助开始，到即阵哈佛是去互美国政府禁止收国际学生。美国白宫是已经正式公告，为着国家的安全，全面暂停发入境签证和哈佛的国际新生。另外一方面，这川普签行政命令，禁止阿富汗、缅甸等12个国家的人民入境。其中，美国是认为讲，亲像阿富汗是伫咧全世界牵涉真侪恐怖活动。也若是缅甸、查德这寡国家的人，是因为因入境美国了后，过去违法居留的情形真严重，所以才会禁止因入境。另外，也有其他7个国家是去互美国停止发商务甲学生的签证。川普伫第1个总统任期实施过对7个穆斯林国家公民的入境禁令，即马又搁定来啊！一切是以保护美国人唔免受到外国势力的威胁做理由，签署对12国公民的旅行禁令，包括阿富汗、缅甸、查德、更国共和国、恰德、几内亚、厄立瑞亚、海地、伊朗、利比亚、索马利亚、苏丹和也门。另外对波隆地、古巴、辽国、西亚山、多国、土库曼和委内瑞拉入境的民众会受到部分的限制。不过，若是美国合法的永久居民，也是签证的持有人，都无伫个限制范围内。这个禁令生效的时间会对6月初9日透早开始。川普用禁令来对待阿富汗人是引发争议，因为正侪红准以难民的身份居留的阿富汗人，是因为较早支持美军作战，封逼咧逃离祖国。若是美国终止对因的接纳和保护，可能互几万人陷入困境。川普伫同一天阁签署公告，暂停对哈佛大学的新生发放国际签证，而且只是国务卿可能撤销哈佛学生的学术职业、交流访问等3类的非移民签证，进一步阻止外国学生来这读册。另外，川普嘛以保护犹太学生无够力做理由，威胁哥伦比亚大学的认证资格，这影响到学生去申请奖助学金和就学贷款。
The students, well, we want to have great students here. We just don't want students that are causing trouble. We want to have students. I want to have foreign students. I think Harvard, it's close to 31%. That's a lot. 共和党人长期指控前总统拜登伫任内疑似认知能力衰退，但是无聊说故意暗砍。川普测试搁一摆批评讲，这是一个大歹代，嘛下令讲针对较早元首拢使用的自动签名机，敢无经过授权，就互拜登的幕僚乌备用来调查。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转来看咱国内消息，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金门两侧侦察营，也就是这海上滑冰，今日是有一个姓陈的下士，早起咧游泳训练的时阵吐水，是赶紧改送去金门病院治疗。下晡即阵是已经送转来到台北的三军总病院救治。官兵倒伫两桥顶悬，准备要后送台北三军总病院，当炮正着急的心情拢看会出来。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金门两侧侦察营，就是人咧讲的海龙水鬼啊，一个独训队姓陈的下士，这个早起伫做入营训练的时阵，发生吐水的意外，军方紧甲人救起来。姓陈的下士送去金门病院急救了后，恢复呼吸、心跳，但是状况同款无乐观。经过评估，决定后送本岛，下晡到台北三总，互医方接手替伊积极来治疗。本部将会全面检视维安风险管控的机制，还有应处的程序，避免类案再生，确为部队训练的安全。国军特种部队之一的海龙水鬼啊，过去就是互对方听到名就惊到的水鬼啊，主要伫咧平湖、金门、马祖这离岛，任务是真多元，会当执行海域巡弋、水文侦查、运补护航。啊，未正式变做海龙水鬼啊的官兵叫做导官啊。专家讲，这阵导官啊爱接受美军立边无的协训，加上上尾克兰州的考验，通过才会当变做海龙水鬼啊。但是关强度的训练嘛，藏受伤的关风险。最简单的蛙人操，还有水中长泳、潜水、武装求渡、拘束住的这种求生的游泳，他都要练习。那目前来讲，看起来啊，他们是在准备克难州之前的准备动作。专家建议国军甲独训队对金门刷去本岛，若是训练的时阵发生意外，本岛的医疗资源比离岛较丰富，会当确保官兵得到较完善的治疗。记者综合报道。中国一直咧起事，造成台海的局势哪来哪紧张。中国央视今日就个报道讲，是有咱台湾的自通电军网络攻击广州的科技公司，是有20个官兵去互中国公安通缉。中国迄边佫公布因的名册、相片甲身份证号码，开赏金要掠因。咱的自通电军是出面强调讲，这绝对毋是事实。讲中国迄边一直咧放消息，用官方媒体咧宣传，结果台办的发言人指控，即阵佫开赏金来通缉，真明显规官就是中共咧操作的，袂因为安尼就去影响到军心甲士气。两岸情势紧张，中国官媒央视初五报道，中国公安掌握咱国军的自通电军，涉嫌网络攻击广州的科技公司，发布通缉咱国20个电通自通电军，并公布相片、姓名甲身份证字号，佮提供奖金。这是伫去年9月、今年3月了后，中共第3届公布国军自通电军的构筑。近年来，台湾资通电军频繁对境内不同领域机构实施无差别网络攻击活动，无底线发动网络战，图谋窃取敏感数据。央视佮引述调查报告讲，自通电军长期甲美国政治部门合作，对中国实施几落千改大规模网络攻击，方式包括楼棚扫描、钓鱼邮件、木马示入等，不过手法无好。对这代志，自通电军应讲，中国安尼做明显就是有系统伫操作，中共则是侵犯国国，造成治安风险的犯罪嫌疑人。中共广州市公安局于5月20及27日。接连2次释出企业遭网攻讯息，需由官媒大肆宣传，再由国台办发言人指控，到今日发布悬赏通缉，明显属脉络性的操作，凸显其以恫吓威逼压迫台湾民众的蛮横心态。自通电军讲，中国又搁用后部正比拼，未影响军心。学者分析，中国操作认知作战，对于国内宣传，立委是烦恼红通缉的官兵，各主若是真的恐惊影响安全。台湾的资通电军其实技术本质非常的强，包括在2021年的时候参加美国举办的国际治安大赛，
在14国54个队伍中荣获冠军，所以并不是所谓中国的这个公安所说的技术层次低落，这都暴露出这个中国公安刻意在栽赃抹黑的一个手段。另外，中国国台办7月宣布，针对民进党立委沈伯洋的爸爸沈土城所经营的台湾钓鱼公司，甲中国企业有贸易往来，得到经济利益。中国无允准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伫中国趁钱，所以实施电改禁止合作。现在对中国来说，甚至是连呼吸就是台独。我们是在中南美洲做贸易的，其实它是向世界各国来下订单。那中国现在如果要对我们来做这样贸易上来做这样的处罚的话，那其实是牺牲他自己人民生产的利益。对中国封杀爸爸的公司，沈伯洋回应讲，伊因为推杀国安相关法案，限制通奸渗透，就予因制裁。中国是意识形态自然救助，不过中国的制裁受害颠倒是因家己的产业甲劳工。记者综合报道。一个申请入学录取军乐经医学系高中生，伊的学习历程档案当中，一项辩论赛最佳辩书的应有，另外还有一寡服务时数拢去互怀疑讲是有造假。所以讲，即阵阳明交大、台北医学大学、中山医学大学都已经决定讲取消录取。因为考调几啊间医学系伫 Threads 顶悬公开分享伊的学习档案，所以有网友指出，内容写着伊摕到精英杯辩论赛最佳辩书。是迄年其中一轮比赛优秀的辩书，服务学习有甲377点钟以上，日照中心就有296点钟，看落实在是伤罕。阳明交大上大声确认，备审资料有真侪所在甲事实无符合，虽然真恶认定是造假，不过已经影响公平性，取消伊录取的资格。台北医学大学、中山医学大学嘛决议取消伊录取的资格。国教明甲台大教授张耀文认为讲，这并不是个案，是制度有空隙。呼吁教育部废止学习档案，保定考试招生。甚至有发现说，其实他找补习班用 PDF 档案去润饰他这3年多来没有做的一个学习历程档案。大学招生专业化计划协同主持人徐庆林教授讲，目前看来这是个案。推动计划时阵，其实较烦恼学生以 AI 来造假。为计划角度看，当然希望学生照实写。大学这边嘛尽量核实。学校端会有一些老师们不同的一些压力啦，资料量有点大，活动量有点多，哪一些学校的做法是比较好的再推广到各校去做参考。徐庆林讲，会阁看各间学校伫核实敢有较好的做法，提供予其他的学校参考。升学辅导专家认为讲，以这个案来讲，阳明交大医学系第2阶段成绩审查资料敢若占10%，多元表现敢若占1%。若是甲事实无符合，全咧考无调，其他的拍拼毋就无采工，提醒学生都要照实写。游戏规则告诉你要诚实，诚实是最重要的。那你是不是把诚实这件事做对？多元表现不用多，但是要真的有做。教育部表示，学生若对大学审议结果有疑问，会当提出申诉甲相关的救济。嘛强调大学书面审查并毋是看数量来算分，是注重学习的过程。只要照家己实际上的经验来写就会使。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真侪学校咧办毕业典礼，不过煞是因为场地无够大，那真侪家长要来就挤袂入去，是真头壳疼。亲像这台中的丰原南阳国小，今年是有506位毕业生，不过因为这场地伤过小，只好就用抽签的。一班是干那10个家长会当入场，无抽到的只好就看直播。有的家长是讲，实在是真可惜，有够遗憾。台中丰原南阳国小6年的学生，当咧学校的活动中心进行排球比赛，过几天就要办毕业典礼，地点就伫咧活动中心。不过一个班敢若有10个家长会当入去观礼，或者侪家长感觉真失望。因为我也是家长啊，如果我没抽到，我会觉得漠视我的权益啊。因为现场就是有温度、温暖，那感动氛围是不一样的啊。对啊，但是如果说是线上直播的话呢，可能就会比较就是缺少那一点热度这样。南阳国小目前有100个班，有2700多个学生，是新北市以外人数上侪国校啊。今年的毕业生有506位，12要举行毕业典礼。不过学校评估，每一个毕业生若拢有2000人参加，人数就会超过1000人。因为场地无大，所以今年头一届用抽考的方式入场。在没有持证的情况之下是没有一个座位。当然呢，我们入场的顺序会先以有持证的家长呢先入场就座，之后紧接着我们才会整个全场的开放。
学校表示，去年毕业典礼因为排队入场，有的家长透早就来排。典礼开始了后，人是规个客袂过，就连徛嘛无地徛，所以今年做出改变。若无抽到的家长，除了会当看直播，若也有空间会当徛伫会场后壁。也若丰原的丰东国中同款是大间学校，不过因有无同款的做法。我们学校没有礼堂嘛，所以我们是借阳明大楼5楼大礼堂来办。学校这边提出来需要是否怎么样的帮忙啊？看我们可以怎么样协助，这个都是可以之后跟学校讨论的时候可以谈的。台中市教育局表示，目前需要家长抽考的，敢若有南洋国小，尊重各间学校的做法。不过前提是要确实掌握人数，确保公共安全。若有少场地或者是时间调度等等的需求，教育局拢会当协助。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看国外，印度南部的大城班加罗尔在地板球队是摕到联名的冠军。因当地特办游行活动要庆祝，现场是涌入超过20万人。不过这个人数是比因预估的加一倍，人上过头多，就造成小 A 小打意外，尚无11个人死亡，20人受伤。体育场的大门就还未开，也过有真侪民众想要对一个正话入口跨入去，就呢发生吞大的悲剧。南部大城班加罗尔本来欢欢喜喜要庆祝胜利，却发生伤心的悲剧。Standing near the entrance, there was a huge crowd and they stamped on me, and I was not able to breathe. I fell unconscious. 这场胜利游行是为了要庆祝在地球队班加罗尔皇家挑战者，最差伫印度棒球超级联名摕冠军。And moreover, the girls, what see, a lot of boys have been standing outside, but girls are they ran away to see these things. And moreover, the gate has been closed up. These things, lot of girls they tried to push the gate and they went inside. That is the main problem in this incident. 球团坐专机到机场，官员接机了，规路游行到大饭店，甲部会首长见面，结果坐车去体育场。球迷知影因相关的行程了，就提早走去体育场等，就是这个时阵发生意外。Nobody has expected so much of crowd will come because the capacity of the stadium is only 35,000 people, but 2 to 3 lakh people have come to participate in the celebration. 球队尾也是到体育场，并且办简单的仪式。当局本来有估人数是10万人，真侪球迷坐各种交通工具到体育场，地铁四过拢是人，车厢拢开袂入去。嘟嘟车甲计程车因为路正窄，无愿意接人客，就算载着人客，也是伫咧体育场几落公里外就放人客落车。代志发生了，民众知影有人被打死。如果香港从登去地铁站想要离开，所以地铁站的月台人也开甲满满。当局尾也甲体育场附近的地铁站拢关起来。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联合国安理会将表决草案，是要求以色列甲哈马斯都要随无条件永远停火。14个国家赞成，不过美国是动用火国权，所以讲草案永远是无法度通过。除了这战火威胁，上界严重的就是加沙欠物资的问题。目前是超过200万人要求失顿。这红十字会就讲，这加沙的情形是比地角更加凄惨。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家投票表决一项，要求以色列甲哈马斯随立刻无条件而且永久停火决议草案。结果虽然其他14个成员国家拢投赞成票，不过美国对这件案件行使火国权，和这项草案无法度通过。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讲，华府无法度支持，无谴责哈马斯，也无要求哈马斯解除武装，并且退出加沙决议，并且讲这项草案会破坏美国领导下的停火斡旋努力。It is unconscionable that the UN still has not labeled and sanctioned Hamas as a terrorist organization. This resolution would undermine diplomatic efforts to reach a ceasefire that reflects the realities on the ground and emboldens Hamas. 这份由阿尔及利亚提出的草案，除了要求停火以外，也呼吁提供无受阻碍的人道援助。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对赞成草案的国家讲，因选择高息甲屈服是走向更加侪恐怖主义的路。英国驻联合国大使批评以色列扩大军事行动，并且严重限制援助的行动。巴勒斯坦也谴责美国的反国行为。One would have hoped that these minimal demands that are dictated by humanity, by legality, by morality, would have received
unanimous support. But unfortunately, they were faced with a veto. 虽然以色列顶个月已经解除对加沙11礼拜封锁，不过援助要进入加沙依然是真有限。目前已经有200万居民面临着饥荒的威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艾格尔伫接受英国国家广播公司 BBC 访问时阵讲，加沙的情形比人间的地价也更加害。الأطفال إيش بدهم ياكلوا؟ كيف بدهم ياكلوا؟ كيف بدهم يعيشوا الصغار من دون أكل؟ بنتي ماتت من سوء التغذية، من وين نجيب أكل للناس؟ وهم عايزين ناخذ الطبيخ وخلص الطبيخ، بدنا فش الطبيخ خلص الطبيخ، كيف بدهم يعيشوا الصغار هذول الأطفال؟艾格尔伫4月时阵就捌讲，加沙是人间的地价。根据加沙卫生部的资料，已经有超过54600人死亡。伊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更加多行动，帮助改变加沙目前的局势。公司新闻张伟林编写。产油的大国伊朗这欠电的情形煞是哪来哪严重？有一寡工厂因为限电只好停工，这员工就讲因一个礼拜停工停2日，头家就无法因薪水，因的收入甲生活拢受到影响。因为不时咧停电，导致这民众烧钱要买发电机，这发电机的价销已经起3倍。伫台湾的这间家具工厂工人无用用电机伫记查房，不过工厂向向停电，规个拢黑暗，员工只好手头的工课放落，暂时行出户外。伊朗最近欠电的情形真严重，当局对民生甲工业用电拢爱限电。家具工厂的员工不完目前每礼拜有2天停电，大概若停电，头家都无发薪水，互因嘛真无奈。اون روزی هم که تعطیل میشه حقوق ندارم. بعد کارفرما مثلا میگه اون روزی که تعطیل کردی مرخصی حساب میشه. هر اون روز هفته 2 بار برق میره. 为了应付停电所带来困扰，发电机正做伊朗即阵啊上好卖的商品。业者讲2年前1个月才卖2台，即马1礼拜就会当卖20台。بیشترین کسایی که ضرر میکنن اونایی که مریض تو خونه دارن. عرضم به حضورتون که احتیاج به برق دارن واقعا. کسایی که من دیدم واقعا احتیاج به برق دارن دست اکسیژن وصله. 目前伊朗的发电机价销已经起价去年的3倍，除了使用电力和机具来维持性命平凡，爱自备发电机，经营超市、瓦库冰箱、保鲜食材业者嘛都爱买。有民众无了解伊朗是能源丰富的产油大国，是安怎还会欠电？ توی ایران کشوری به این ثروتمندی واقعا منابعی که حالا داریم گازی و نفتی و اینا این انتظار نمیره. 伊朗主要依靠天然气发电，不过因为能源基础设施老旧，天然气产量降低，也有雨量不足，影响水力发电，让供电变僵硬。当局是讲，因为电的需求增加，非法虚拟货币挖矿流行的因素，电网煞无法度负担。伊朗长期对能源政策有补贴，地区能源消耗量超出国际标准真济，甚至出现浪费，这原来是大问题。所以有民众批评政府爱为管理层面先做改善，才有法度解决停电这个困扰。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蒙鸭这款物件，这几年是对中国兴起来，有这内底7套米也是红啊，拢无确定是对一款，就使人真好奇。日头的时阵就真期待，而且有的人为着要甲规套捡好照，就一直买落。这款风潮已经对亚洲流行到对欧洲、澳洲去。广州这个店场内底，各种造型真幼稚型的红啊，囡仔看甲唔愿走。啊！我喜欢这个，因为这个是我妈妈的姓。中国即阵啊流行酸暗鸭肉，这个电视的大型红啊，每一只外形设计拢有特色，消费者看到真想要甲贵客的商品拢炸转厝。业者嘛知影民众的想法，就甲因制作成抢碗大细，装入鸭肉内，毋过无甲你讲内底装倒一只，互民众购买时阵充满期待。若是拆开时阵发现无买到想要猪的，就会继续甲买落去。若是买到较稀罕的，继续会起10倍。这种毋免开大钱，都有消遣效果。正做中国经济无好的时阵，少年职员负担会起的幸福。业者讲，即马酸暗鸭肉已经为亚洲传到澳洲甲欧洲，除了目前大家真欢迎的辣布布加咸的系列，另外还有中国元素的红啊。For example, the face-changing opera masks from Sichuan, the ancient zither-playing figures from classical Chinese history, and other element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We've carefully woven them into the design. And as you can see here, there's also Kung Fu tea.
It's all very charming and delightful. 业者讲，敢若去年下半年，按阿爸的业绩就达到6000万人民票，差不多台票2.5亿。二世代少年人是上大的消费族群。按过业者积极拓展海外市场的同时，也有专家是烦恼，算无偌久，随时嘛会退流行。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比，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